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9。约翰一书5章14节安尼讲：搁咱若照伊的旨意有所求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伫伊面前所有的好答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照你的旨意来求，就要听阮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乐你，因为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听的全能主上帝。你是听阮的祈祷，认明阮的软弱的天父。主啊！你伫历世历代掌权，你伫万民中彰显大能，愿要学乐你奇妙的作为，也要称颂甲感谢你伫生命中的保守甲引带。主啊！求你互阮成做尊叹你旨意的人，互阮的生活言行拢通得你的欢喜。当阮遵守你的诫命，阮就有较久，在阮的祈祷无抵到空空，因为你要听阮的声，也要照你的计划来行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，互阮无惊吓，因为你要互阮靠你来好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